高松較為繁華嘅購物區都集中喺高松站同商店街附近，所以我今次就訂咗喺商店街同三越百貨隔離嘅酒店川綠 Herstage， 佢有另一個名叫做 Hotel Kawaluku。訂房嘅時候發現官網平啲，所以就用官網訂。訂之前要先做會員，雖然網頁只有日文版，不過用翻譯幫手都唔難嘅。做咗會員，我就訂咗高級雙床房，可能係櫻花季節啦，平均每晚要港幣1200蚊。由高松機場搭機場巴士，就喺兵庫町站落車，大概行4分鐘就到酒店，車費係1000蚊日元。如果搭琴平電車，就喺片園町站落車，都係行4分鐘就會到。如果大家鍾意，由 JR 高松站大概行10零分鐘都會到酒店㗎。自駕嘅就最方便啦，視乎大家由邊一個方向嚟酒店啦。酒店有2個出入口，一個就喺商店街，另一個入口就係方便自駕人士。自駕嘅朋友注意啦，每晚嘅停車費係1100日元，由下晝3點到第二日早上10點，額外收費日元300蚊每1小時。酒店大堂同一般酒店差唔多，裝修簡潔，入口旁邊同71相連。仲有自選枕頭區，揀啱邊款攞埋枕頭袋就可以啦。酒店會提供呢啲物品俾大家免費借用，單車都有得借㗎，有需要就同前台講啦。前台放晒個人用品，有需要就攞上房啦。川綠酒店係由3棟樓組成，我哋嘅房間就喺主樓嘅12樓。我哋今晚喺高松住呢間酒店叫做川綠飯店。咁我哋而家睇下間房係點樣嘅。都幾大喎！房間大約260平方尺，每張床有1.4米闊。足夠地方同時打開2個篋。房入邊有空氣淨化機同風筒，冷氣唔係中央空調，可以獨立控制。我唔記得試下隻窗，唔知開唔開到。設施方面，2樓有大浴場，仲有一個放鬆室。放鬆室裏邊放咗12張免費按摩椅，提供俾住客使用，每節20分鐘。如果冇人排隊，可以繼續用。其中有3張只限女士用㗎，另外有2張就要俾錢，叫做無重力高級版。旁邊仲有漫畫免費提供俾大家睇，不過只有日文版。我3款按摩椅都試過。當然要俾錢，冇人排隊嗰款就最舒服啦。大浴場嘅面積唔算好大，男浴場就多一個露天嘅。我晚晚玩完，坐完按摩椅就去浴場兼焗桑拿，真係好 relax 㗎。女浴場要用密碼先至入得，記得問前台攞密碼。早餐喺地下，朝頭早6點半至9點鐘。款式同一般日式酒店差唔多，最特別就係有烏冬，因為係呢度嘅名物啊嘛。顏都有2種，呢個就係麵豉湯。同埋飲品可以整好自己拎走飲都得。星期6同星期日就會多一款特色食物，食物質素好好，記得食完自己執嘢，保持清潔啦。呢間酒店話要環保，所以唔會日日幫你執房同打掃。如果你要更換毛巾同倒垃圾，就放喺門外邊，職員好快就會將啲乾淨嘅毛巾掛喺你嘅房門外邊。我住6晚，執過2次房。高松嘅商店街對比起其他地方嘅商店街都冇咁繁榮，佢每晚大概收7點至8點。
如果諗住嚟高松淨係 shopping 嘅朋友，就要考慮下啦。總結今次入住川綠酒店嘅體驗，我就好滿意。員工服務態度、早餐質素都好好，地點位置又好方便，再加上有免費按摩椅同大浴場。只不過唔係晚晚執房，呢個有啲唔慣。其他我都覺得值得推介。今次旅程我有幾件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高松同周邊嘅郊區好多地方只接受現金，尤其係郊區嘅巴士，大家記得準備好現金啊。另外我帶咗把直髮梳，因為舊電池唔能夠拆開，高松機場唔俾我把梳上機，寄艙同手提都唔得，唯有放棄把梳啦。最後我俾個建議大家，訂房嘅時候除咗用幾間酒店網站格價之外，都可以登入酒店官網睇下，有時會做優惠，會平啲㗎。總之邊間平就用邊間啦。如果鍾意我呢段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